我会上起身的台语册册仔。头事，遮有一本册册仔要互你，你会用个来学讲台语。我保你嘛会介意，是你听着足欢喜。虽讲拄开始你分袂清无共的字词，毋免偌久才会，你拢会认好明，搁甲因记条条。抑阁有你甲看，遮尔水的图伫内底，这是上宝贝的册册仔。来啦，咱就来开始哦。